见过。这位帅哥，胖的，谢谢。我每天都在学校上课时间会比较多。哦，梁老师。对，虽然到处去玩。而且他们农药的施洒，是减少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施肥是合理化的，所以它不会长得这样碰大的，它是比较扎实的。它整个色泽呢，在鲜果的时候是比较饱满的，所以你看到它是这个干品是相对是比较颜色比较深的。那事实上呢，它的这个有效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是选用苗栗红枣。那也鼓励我们国人呢多多使用我们台湾这个安全无毒，然后又有这个功效验证的这样子一个红枣。用这个红枣，主要是过去曾经讲过说，一日三枣，100岁不显老哈。那事实上呢，它是一个上品药，那久服呢轻身延年。那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过去呢，它有一个补脾胃，或是它有一个安心养神哈，这样子一个作用。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样子一个材料，特别是选用我们台湾有非常好的这样子红枣的。公馆的红枣来作为我们的材料，那透过科学验证的方式，那由我们的团队的同学们一起来做研发。那我们发现呢，说这个红枣它的萃取物，它有这样子一个作用，可以让这个动物它的这个游泳表现有一个延长的这样子一个作用。那我们在一个忧郁的这样子一个小鼠的模式里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抗忧郁的作用。于是呢，我们觉得说，药食同源哈。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当做一个食品相关的一个保健的产品的来开发。那我们有研发，比如说以前大家都觉得这是红枣水，那我们来做一个，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红枣的珍珠红枣茶。那这个茶呢是红枣茶，那事实上里面的珍珠我们也是用这个亲自来做这个红枣口味的一个珍珠。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品项，比如说红枣软糖或者是这个红枣果冻，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跑马拉松的时候，游泳的时候，做一个中间的一个补给，非常非常的方便。那这样的一个茶饮，不管是冷饮或者是热饮，对于这个平常的一个保养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脾胃，然后有一个宁心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红枣这个东西养生，那其实呢，在年轻族群啊，或是学生族群这些当中呢，可能他们对红枣的吸引力就是可能不够，或者是说平常没有特别去注意。那因为薄饼呢，现在就是一个甜点，那是很多年轻人或是学生族群会去喜欢吃的一个东西。那如果我们可以把红枣呢一起融入到这个薄饼里面，就是有融合一些现代的元素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会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那一方面呢好吃，然后也可以就是顾身体这样子。对，开始差不多有到半年，然后半年之后我们就想说，看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做。那这些产品基本上我们都是花1-2个礼拜先想出一个就是一个 idea 一个想法，那我们再开始下去做这样子。